幾開心，坐穩啦！小朋友，今日關大叔幫你扮靚啦！呢架1993年嘅萬事得 MX-5係第一代 NA 手牌，架車來嘅時候，車身有唔同程度嘅花痕同熱痱，頂棚老化漏水，冷氣因為漏雪種導致唔製冷，底盤除咗有唔少油漬之外，仲有好幾個地方受穿，翼子板位置都出現中空情況。依架嘢好型仔啊，跳燈嘅，睇下好型啊！哇，又開頂啊，呢個天氣又好，真係幾開心，坐穩啦！想知道呢架車最後做成點？請關注我啊！